俊宏的武功了得哦。对啊，是有练过的哦。对啊，我有练过。有没有在哪里学的武功？其实我是在加拿大学的，哦，是学彩礼佛。蔡李佛拳，蔡李佛，蔡李佛拳可厉害了。大家想不想看？怎么样？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郑俊宏为大家带来一段蔡李佛拳的表演。哇哦！眼光萬里長。